有好多人覺得保險係一個搲爛塊面、一個好低下嘅行業，但我今日話俾你聽，其實保險係一個好尊貴嘅，而且係一個極有意義嘅行業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 Danny Chow， 從事保險行業已經超過13年啦。由2017年到而家，我已經係連續7年得到 MDRT 嘅資格。好希望透過呢個頻道咧，分享我過往嘅工作經驗，令到大家對保險更加了解。有好多人甚至乎一啲前線嘅保險業嘅同事咧，都會認為做保險就係賣保險產品，所以佢哋咧會畫爛塊面，拎住啲 product brochure 啊、proposal 啊，係咁喺身邊嘅親朋戚友講，係咁 sell 佢哋，俾人嘅感覺咧做保險咧真係低人一截咁樣嘅感覺，咁樣就其實真係大錯特錯。坦白講，而家喺香港，保險已經係必需品，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有保險，有啲人對保險可能比一啲前線嘅同事更加熟。咁我哋做保險嘅係賣緊啲乜嘢呢？用我自己做一個例子啦。有一次我同醫生食飯，講開自己個胃唔舒服，有胃痛。一般人咧只會食2粒胃藥咁就算數嘅，而嗰個醫生咧就建議我做腸胃鏡同埋做一個心臟嘅電腦掃描，即係 CT。一般人就諗啦，喂，使唔使咁大陣仗啊？但好在咧，我有充足嘅保險，就按醫生嘅建議去做檢查。點知唔 check 猶自可，一 check 出嚟，我3條嘅心臟血管都塞晒，其中2條咧仲塞超過90%以上。咁當然啦，即刻會做一個通波仔嘅手術，將我心臟嘅風險全部解除晒啦。如果我冇足夠嘅保險，我絕對唔會做咁全面嘅檢查嘅。到最後咧，可能因為我心臟病發咧，先知道我自己有咁嘅問題。原來保險唔淨係俾保費同埋賠錢嘅事，仲係可以叫人及早發現病情而得到合適嘅治療。與此同時，又唔使擔心財務嘅問題。咁你話啦，保險係咪一個好尊貴同好有意義嘅行業呢？